后来继续来到台南永康一栋透天厝火烧厝，甲一个美满的家庭烧甲起角，有3个人来烧死。讲当时2个查某孙伫1楼用插电的烘盘咧烘肉，想袂到烟灯线爆炸烧起来。21岁大汉查某孙冲去伫2楼要来救91岁阿公甲77岁阿嬷，但是走袂离，3个人拢死伫咧火窟。中会这个火烧的现场，里长是脑光啊甜甜甜，讲这阿公哦，最近才互推荐做重庆楷模，9月中阳要来领奖，想袂到会发生这场的意外。大火阁有浓烟对透天厝冲出来，甲规间厝拢烧起，阁不时传出爆炸声。野区的消防队员出动25台车，54个人，阁有36位技消到长埔水线抢救。当时厝内有3个人跳咧，分别是91岁阿公、77岁阿嬷，阁有21岁大汉查某孙。消防人员讲，当时阿公阿嬷伫2楼的房间，2个查某孙伫1楼用电烘盘烘肉。想袂到烟灯线导火爆炸，细汉查某孙先对外口走，大汉查某孙冲去2楼要甲阿公阿嬷救来。想袂到火烧甲深美，阿公甲伊伫楼梯边啊，防发现时已经无生命迹象，送病要是过身，阿嬷嘛已经明显死亡。我就想先烤肉，然后就3分钟之后，然后就爆炸，我就叫姐姐上去叫他们。火灾发生伫台南市永康区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，大火面积大约30平方公尺。不过因为1楼放伤侪物件，影响救援的进度。电插射的状况是一个插很多个吗？是目前看到的情况可能是这样。家属登记到火灾现场，民家厝已经烧了了。根据了解，死亡的阿公是在地林长，本来一口16个人，昨拄好是爸爸妈妈出外，甲查某孙、佮阿公阿嬷留伫厝内，想袂到会发生意外。在我任内最后一次推荐表扬常青坎人，我跟他求救。目前导火详细原因，火调科会进一步调查。不过中秋节所发生死亡的火警，实在让人真意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